not live like this, baby. In hate. 歡迎嚟到買飛佛，聚焦電影評論、票房趨勢與幕後故事。每月一次，帶你用新嘅視角睇見光影之美。阿凡達火與準 Avatar Fire and Ash 於2025年12月喺全球陸續上映。作為阿凡達系列嘅第3部作品，延續水之道嘅劇情脈絡，影片帶領觀眾踏入潘多拉星球前所未有嘅疆域——火山灰燼之地同高空飛行文明嘅領域，並引入2個全新族群。生活喺火山地帶嘅灰燼族以及游牧於天空嘅風之行商，進一步拓展咗潘多拉嘅世界觀。同前作相比，本集最大嘅轉變在於，故事焦點唔再局限於人類同納美人之間嘅對立，而係更深入描繪納美族群內部嘅分歧同矛盾。Do you still live? 占士金馬倫 James Cameron 加拿大電影製片人同海洋探險家，作為好萊塢嘅重要人物，佢被視為電影產業中最具創新精神嘅製作人之一。30多年前，佢以未來戰士續集證明咗電腦動畫同真人表演可以完美融合。鐵達尼號嘅壯闊災難場面更奠定咗佢嘅大師地位。而2009年嘅阿凡達所引發嘅 3D 革命，至今仍然為影迷津津樂道。Sorry. Watch it. 火與準嘅製作預算高達3.5億至4億美元，延續咗系列一貫嘅高投入特色。火與準同水之道採取背靠背拍攝嘅方式同步進行，大幅提升咗製作效率。金馬倫喺虛擬製作技術上嘅運用再次突破新高度，將動作捕捉、即時渲染同虛擬背景技術完美融合。虛擬攝影機 VCam 技術喺本片中更臻成熟，令金馬倫可以喺拍攝現場即時觀察數碼角色同環境之間嘅互動。呢項技術最早喺《阿凡達》首創，如今已經成為好萊塢特效大片嘅標準流程。主要演員陣容全數回歸，森和霍頓 Sam Worthington、素兒沙丹娜 Zoe Saldana、薛歌妮維花 Sigourney Weaver、史蒂芬朗 Stephen Lang 同奇溫斯利 Kate Winslet 皆重現舊角，另有奧娜卓別林 Ona Chaplin 全新加盟出現新角色。火與準嘅劇情圍繞4大納美族群展開，每個族群皆擁有獨特嘅文化同生存哲學。主要代表角色包括奧馬蒂卡亞族傑克蘇尼與萊蒂里、美卡伊納族托洛亞里與洛納、灰燼族阿蘭、風之行商佩拉克。蘇尼一家仍然係故事核心，但金馬倫巧妙地將焦點從傑克嘅戰場領袖角色轉移到佢作為父親嘅內心掙扎。喺第3部入面，傑克必須喺保護家庭同維護族群利益之間做出艱難抉擇。新登場嘅灰燼族領袖亞蘭係本片最具突破性嘅角色，佢帶領嘅族群喺歷經火山災難後背離艾娃嘅信仰，轉而崇尚力量同征服。呢個設定為整個系列注入咗更深層嘅道德複雜性，同時亦挑戰咗觀眾對納美人天生正義嘅既定印象。火與準喺全球票房表現強勁，截至2026年2月已經累積13.8億美元，再次成為票房巨作。喺北美上映期間，連續5個星期蟬聯週末冠軍。然而，亦有分析指出，本片可能成為阿凡達系列中票房最低嘅一部，預估最終總票房將會低於15億美元。影評方面則呈現明顯嘅兩極化。IGN 俾咗正面評價，讚賞佢壯麗嘅視覺效果同細膩嘅角色刻畫，特別提到亞蘭同夸利奇上校之間嘅化學反應係全片亮點。相對地，部分專業影評則傾向批評，指出劇情重複前作模式，新角色同新概念未獲得充分發展。爛番茄網站嘅評分亦反映咗呢種分歧，評論家評分為 66%，褒貶不一，但觀眾好評卻高達 90%。
呢種落差顯示，儘管專業影評人對佢嘅敘事創新性存在保留，一般觀眾仍然深受影片嘅視覺奇觀同情感力量所吸引。阿凡達火與盡試圖探討多項宏大嘅主題，理應同佢華麗壯闊嘅視覺效果相得益彰。然而，正如金馬倫過往嘅作品，劇本中嘅戲劇同思想張力最終仍然被簡化，轉而服務於商業敘事公式。正義高貴嘅原住民喺佢接納嘅白人男子帶領下，呼喚自然之力，擊敗擁有先進科技嘅白人反派。金馬倫依然擅長掌控呢類具高經濟效益嘅敘事模式，只係到咗第3次嘗試之後，新鮮感已經略顯不足。呢個並唔代表影片質素唔好，事實上，《火與盡》喺多方面優於誰知道，特別係奧娜卓別林 （Oona Chaplin） 飾演嘅邪惡女巫，同史提芬朗 （Stephen Lang） 飾演嘅上校之間嘅對手戲，堪稱全片最具張力嘅橋段。Why are you here? 不過，影片喺敘事架構上嘅保守仍然係顯著短板，多處劇情發展同前作高度相似，尤其喺高潮對決部分，幾乎重現水之道嘅戰鬥模式。呢種安全重複雖然有效降低商業風險，但係同時限制咗系列邁向藝術突破嘅可能性。某啲為迎合觀眾而設計嘅橋段亦顯得生硬，例如新增嘅年輕戀情線，蘇利家族中純真嘅奇利同人類養子史派德之戀。其中奇利由一位70多歲嘅演員飾演，令部分觀眾產生違和感。Why am I different? 對系列粉絲嚟講，《火與盡》依然提供咗足夠嘅視覺震撼同世界觀延展，值得走進戲院體驗。然而，對期待敘事創新嘅觀眾嚟講，或許會對佢重複嘅模式感到失望。正如金馬倫喺談及本片時所言，我毫無懷疑呢套電影會賺錢。問題係，佢賺得夠多嗎？值得再拍一部嗎？若票房未達預期，金馬倫亦坦言，佢絕對準備好告別呢個系列。Your goddess has no dominion here.